兄弟，大家平安，真欢喜。伫风台过了后，真有感觉。风台过了后，咱阁有福分三主节，而且来敬拜上帝，将感谢阿乐归予上帝。请咱掀开信息172首。172首，咱看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一节，一节俄罗主，有看到无？一起，一节俄罗主，好，安尼。好来，咱来唱第二节172首。掀开信息259首。第5节。第二节的头一句，咱听琴弹一遍。第二节，咱来唱一摆第5节的第二节头一句，预备来。请咱闭慢心来做今仔日礼拜，也将手机关静音，也是关起来。
来啊，咱着摇花唱歌，叫咱的石盘出欢喜的声。咱着到伊的面前感谢伊，应是歌伊出欢喜的声。请咱来三角吟诗学了上帝。圣诗第172首，圣诗第172首。至尊的主宰上帝是神，会众咱请起立来吟全首。至尊的主宰上帝是神。咱原来徛咧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许多圣经在圣经头前有来，请恁着真心真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界面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爸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咱来交读，咱三个来交读《启应文》第21篇，《启应文》第21篇，伫圣诗后壁面第32页，是对诗篇100篇来的。启应文第21篇，我来刻，请兄弟姊妹来译。全地着摇花出欢喜的声，唱歌来到伊的面前。咱是伊创造的，咱是伊的百姓。就用感谢入伊的门，就感谢伊学了伊的名，伊的慈爱到永远。咱同心来祈祷。伫天里阿爸爸上帝，天地万行有的主宰，我要感谢学了你。今仔日是你至圣的日子，
感谢你，搁一摆引带阮来到你伫你的圣殿的内面。阮众兄弟姊妹满心欢喜，三甲组织要来敬拜你。阮伫今仔日要来学罗你，阮伫今仔日要来感谢你。愿阮今仔日的敬拜，拢通诚做你所欢喜的。伫天的阿爸爸上帝啊，你就是一切智慧的源头，也是真理甲活命的道路。求你加添我有教义的信心。互阮有勇气来面对未来，使阮有仁爱怜悯的心，互阮会通疼厝边亲像家己，使阮有坚固的心来跟缀你。毋管怎样，阮拢要信靠你，尽忠跑走你欢喜的道路。今仔日是咱台湾神学院的奉献主日，目的就是唤醒咱教会众兄弟姊妹一同正做培育上帝国人才的幕后推手，互神学院有较甲幕后顾之忧，会用个专心做好神学的教育，培育较侪基督徒的人才来服侍教会、服侍社会。恳求主施恩赐福，在座的每一个属主的百姓，拢会通领受主的保守看顾。亲爱的主啊，也捌久，我要对你尽忠的切实，苦牧师的话语中，领受主你宝贵的教示。主，阮意爱有你宝贵的话来坚固阮的心，对你活命的真理得到快乐甲帮助。亲爱的主，当阮将下面的时间分别做圣，全然仰慕圣神甲阮同在。我阿弟祈祷、恳求、感谢，拢是奉主耶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学罗，咱们请诗班来献诗。诗班所要献的诗歌是学罗三位一体，请诗班。
哉，圣哉，圣哉！全能慈悲的大主宰，阿罗三位一体独一的主宰。你是至圣，无别人通批评。你有大权能，听读纯洁丰盛。感谢诗班的献诗，咱即马来看圣经的话，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4章第30到21节，还佫有25节到26节。约翰福音书第4章第30到21节、25节到26节。咱的周报后壁面嘛有记载，我来读，请大家来斟酌听。约翰福音第4章第3节，就离开犹太。搁去加利利，就对撒玛利亚经过。对安尼到撒玛利亚一个城，名叫苏加，近雅各互伊的囝约瑟的地，伫遐有雅各的水井。耶稣行路线，就安尼坐伫井边。迄时约略伫中昼，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人来抢水。耶稣甲伊讲，请互我啉，因为伊的学生已经入城去买面通来食。撒玛利亚的妇人人甲伊讲：“你是犹太人，怎样对我撒玛利亚的妇人人讨水啉啊？是犹太人甲撒玛利亚人无往来。”第10节，耶稣应伊讲：“说出你捌上帝的恩赐，甲对你讲，互我啉的是水。你得较求伊，伊就用活水互你。”妇人人讲：“主啊，你无抢水的器具，井阁深。对倒落有迄个活水啊？愿做雅各留即个井互阮，伊家己、甲囝儿、甲曾生拢啉即个井的水。你嫌比伊较大吗？”耶稣因伊讲：“啉即个水的，拢要搁喙焦。独记若啉我所要互伊的水的，永远袂喙焦。因为我所互伊的水，要伫伊的内面成做水泉。”直直清起来到永远活。妇人人对伊讲：“主啊，用即个水互我袂喙焦，也免到遮远抢。”耶稣甲伊讲：“去叫你的丈夫再过来。”妇人人应伊讲：“我无丈夫。”耶稣甲伊讲：“你讲无丈夫是对，因为你捌有5个丈夫，但所有的毋是你的丈夫，你的话真正对。”妇人人甲伊讲：“主啊，我看你是先知，阮做捌伫即个山敬拜。若是你讲敬拜的所在，应该伫耶路撒冷。21节，耶稣甲伊讲：“妇人人啊，着信我，时要到啦。你用敬拜爸，也无伫即个山，也无伫耶路撒冷。”过来25节，妇人人甲伊讲：“我知弥赛亚得要到，伊若到，要用一切的事甲阮讲。”弥赛亚翻译就是基督。耶稣甲伊讲：“我即个得甲你讲话的，就是上帝的话，希望上帝的话会当成做咱的支持甲帮助。”即摆咱要请咱的曲牧师将伊上帝信息传到咱。曲牧师今日要讲道的道目是耶稣是活水泉源。请曲牧师。列位兄弟，大家平安。真欢喜会当来到咱教会，甲咱三甲做伙来敬拜上帝。感谢咱的黄牧师以及咱的中职会当用阮我伫遮来替台湾信仰戏来大家请安甲报告也未讲道的大声，请咱三甲做伙来祈祷。主上帝，阮感谢你，你听阮。你是活命的水泉，阮就来到你的面前。主求你帮助阮，使阮教义的规律，互阮伫这个世间永远拢会当得到你的活命。阮安尼祈祷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门。真感谢咱的师父我好伊的经文真长那因为这是一个故事。我想讲故事讲有较迄个，互大家较完整安尼
其实后壁面阁有啦吼，但是因为伤过长吼，后壁面伫即个第23节吼，也讲时要到，即嘛就是真正敬拜爸的，爱用心神甲真理敬拜伊，因为爸爱即款的人敬拜伊。上帝是灵，所以敬拜伊的人必须用心灵甲诚实敬拜伊。这是一个真出名吼，也是咱无生分的经节。这个故事主要有两个主角，就是耶稣甲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人。因小拄头的时间是伫即个中昼。正中昼，犹太人讲是第6点钟，因伫一座井，有诶讲井，有诶讲井啦，边啊，因对话诶口气，起初有淡薄仔紧张啦，安尼无啥客气，彼此。一开始，耶稣讲，请互我水啉。妇人人就甲回，讲你一个犹太人，怎样我一个撒玛利亚的女子来讨水啉呢？因为双方本来就无交叉。耶稣就应讲：你若知上帝恩赐，还佫有主动来你讲，请互我水啉的是一水，你就要早就求伊，伊也要互你换水。有些人，佫无啥客气，大概是安尼讲，先生啊，你也无抢水的器具，是要对倒位有活水通啉呢？伊佫讲，即个井是伟大的雅各留互阮的，会当互阮来抢水。你却讲要互阮活水，你以为是虾米活水啊？敢讲你有变较大？耶稣严严就甲伊回答讲：你啉这个水会阁喙焦，要若啉我所赐的活水，就袂阁喙焦。而且这个水要伫伊的心内，亲像一口活井的水，冲到永远活。妇人人突然间明白啊，伊知影耶稣要利用这个淡井水，讨水来赐伊活水，而且要阁互伊知上帝的恩赐，所以就讲耶稣，请你赐互我活水，我想要啉伊来止喙焦。所以这个撒玛利亚人的妇人人，伊有伫羡慕上帝的恩赐，但是煞接耶稣煞跳开这个话题，伊甲讲：你过去有5个丈夫，现在甲你大的，毋是你的丈夫，甲这拢甲讲出来。但是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人，伊嘛诚实来承认讲：这个耶稣是先知，若毋是先知，无人有法度安尼。伊有贵力，伊有能力。伊知影妇人人的过去，即个甲咱讲，耶稣要赏赐恩赐活水，互伊大成。你要先拄起你甲上帝之间的脱碍，就是罪。妇人人谈到讲敬拜，也继续佫讲弥赛亚要来，而且弥赛亚会知影一切。咱知影撒玛利亚妇人人撒玛利亚人嘛有弥赛亚，甚至因伫即个耶稣时代进前，因就要家己起一个圣殿，伫即个基立心山，所以才会讲阮的祖拢伫即个基立心山敬拜。但是犹太人要派人去甲迄个基立心山甲伊拆掉，所以中间非常的紧张因弥赛亚即个撒玛利亚嘛有因期待的即个弥赛亚因所期待是即个旧约申命记伫18章，摩西有
有即个预言啊，讲将来要伫咱的中间兴起一个先知，亲像我，所以就咧期待亲像摩西迄款的弥赛亚。但是耶稣讲，真正弥赛亚是对犹太人出来，而且敬拜的所在、敬拜的地点无重要，毋是伫基利心山，也毋是伫耶路撒冷，因为上帝是灵，只要咱的内心用心灵甲诚实敬拜，即个原文是讲真理，心灵甲真理敬拜就会当，并且被爱即款的人敬拜伊，被爱即款的人敬拜伊，即更较好翻译来讲是讲被找求即款的人敬拜伊。而且耶稣讲，我毋单是先知，我就是迄个弥赛亚。所以咱对遮的对话，特别咱来看23节，拄则所讲被爱即款的人拜伊。被在找求即款的人拜伊，就是讲上帝在找人，毋是人在找上帝。所以你若诚心诚意来接受耶稣，并且用心灵真理来敬拜伊，就是去互活命的源头找到。所以这就是上帝伊要爱人得到这个活命。咱跳转去第10节，伊遐讲人若知影上帝的恩赐，就早会求伊，伊就早就互你活水。上帝的恩赐，上帝恩赐的特点是啥物呢？就是上帝乐意要互你，你若愿意，你去求，已经准备伫遐，伊就赏赐互你。咱看伫第4节。第4节，撒玛利亚这个所在，耶稣伊安怎讲呢？伊讲，伊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因为咱拄仔所讲，早期的犹太人甲这个撒玛利亚人无好，所以犹太人吼，咱也知影迄个地理，就是讲，较南边则是犹太，了后是撒玛利亚，搁较起哩则加利利。古早犹太人拢袂直接穿过撒玛利亚到加利利，因为对耶利哥落去到约旦河谷，则西转北，行这个约旦河边河谷，了后则去哩加利利。但是即摆耶稣对耶路撒冷要转去加利利，伊讲伊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是安怎？因为犹太人拢认为撒玛利亚迄个所在无清气，是安怎无清气？因是迄款南国，就是古早北国十支派伫撒玛利亚，十支派去互亚述掠走了后，亚述国怎啊甲伊真侪遮个北族的人来遮住？久了后，遮个犹太人吼。无互掠去，就甲遮个外邦人怎啊相难啦吼，结婚相难。了后，这个南国嘛去互掠去，但是南国犹大族倒转来的时吼，倒转来遮个时，因就讲遮个撒玛利亚的人吼无顺吼南国，咱今日讲 hybrid。咱知车吼，若是有油甲电，就叫做 hybrid，hybrid 就是蓝的啦吼。所以因讲，这是南国的犹太人，所以无清气，无爱甲因接近。但是耶稣伊无惊犹太人踅走迄款的路，伊讲伊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所以耶稣伫遮伊就突破迄个种族吼，会当讲撒玛利亚甲犹太人是无共族啊吼。种族的脱界，佮拍破地理的脱界，毋但尔安尼，一个犹太的查甫人，甲撒玛利亚的妇人讲话，这也是突破迄个性别的界限。耶稣必须要来经过撒玛利亚。耶稣来到撒玛利亚，到一个井水边，
去拄到即个撒玛利亚妇人人。这段经文，如果若是当时的以色列人，因听到伫井边的故事，因知影旧约圣经，因会想到啥？你知无？因会想到结婚，结婚的故事。创世纪24章，我想咱嘛拢知，亚伯拉罕派伊的正罗卜去替伊的囝以撒找某。因遮个仆人伫即个一口井头前停落来，伫遐就为着以撒找着伊的某利百加。创世纪29章，雅各来到井边，因此就找着伊的某列结。出来入去，摩西伫米甸的井边坐落来，然后伊未来的妻西波拉就来抢水。所以，若是以色列人，因会讲，当因若听到井边咧抢水即款的故事时，因就会想到婚姻结婚。以赛亚书62章50伫遐，即段经文伊讲，少年人怎样娶处女？我直接甲伊翻译，你的正百姓也照相款要娶你，共款。新郎怎样欢喜新妇，你的上帝也相款欢喜你。所以伫遮就讲上帝要来甲咱结婚，因为甲一个人结婚，就是甲伊分享生命，甲伊斗阵生活，互生命更较丰富。上帝伊要将属灵的活命、生命来赏赐互咱。所以，就亲像结婚共款，伊所属即个生命要亲像活水的泉源，不断涌出来。伟大的教父，古早到第4世纪，伟大的教父奥古斯丁，伊讲，撒玛利亚妇人人，就譬如做今仔日的教会，因为教会就是基督的新妇。基督的某，所以上帝主动在找人，耶稣才会讲，伊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然后亲像撒玛利亚妇人人想要活水的，上帝就找到伊，愿意将属灵的生命来分享予咱。不过，这个属灵的生命有要求，爱先拄去。脱碍，就是隔离伫咱甲上帝之间的罪。所以第16节有一个，咱读起来感觉跳开华语讲有一个转折耶稣甲查某人、妇人人过去的一切状况都讲出来。妇人人伫婚姻中的婚姻的失败意思伊只好伫井中斗。一天上热的时，来去抢水，因迄阵无人，伊惊拄着别人，拄着会互伊的内心感觉见笑，所以伊有罪。虽然咱毋知影讲，圣经也无讲清楚，到底伊即款误的翁是啥物意思？要可能是伊先生死去，还是去互离婚去即马甲一个毋是伊的丈夫做伙大所以可能是，嘛有可能是伊的亲情。但是总是一个见笑。查某人认出，这个妇人人认出耶稣是先知，所以耶稣知影这个妇人人的一切，伊比先知搁较大。耶稣是对犹太人出来的弥赛亚，毋是撒玛利亚人因所主张的弥赛亚。耶稣要带领伊，带领妇人人。进入真正的敬拜，真正的敬拜地点，毋是嘛无伫犹太人耶路撒冷，嘛无伫撒玛利亚人的基利心山。真正的敬拜，用心灵甲真理。约翰福音甲耶稣讲，耶稣就是真理。第15节，这个妇人人知影上帝恩赐了，伊就请求耶稣将这个活命的活水来赏赐予伊。
互伊袂当搁喙焦。你敢知影温顺的原则是啥物？当你得到温顺，这个温顺爱搁分出去，上帝搁甲你加添。所以上帝是用你予人的偌济来，互你偌济。你予人的分享，予人的愈多，你增加就愈多。这就是属灵生命的基本原则。但是咱的想法拢颠倒，咱会想，咱那掠条所得到的，伊才会累积起来，哪来哪多。我掠条温顺，我无好出去，无分享，我才会当拥有较多。但是迄毋是真正的温顺，属灵的生命毋是安尼。应该是咱哪得到愈多温顺，就亲像互上帝来甲咱填满，咱自然就会想到要甲分享出去。所以，什么是温顺？什么是属灵的生命？举例来讲，上帝就是疼，疼的确爱有对象，对毋？疼咱家己就毋是真正的疼。上帝是疼的源头。你若对上帝领想的、领受的，你就爱搁予人。安尼，你就会当搁为上帝遐得到搁较多、搁较多疼的温顺。疼就是我和上帝来握管的一种属灵生命的礼物。我把这份礼物甲送出去，然后上帝搁变互我较多，互我搁较多的活命。所以我的属灵的活命就渐渐被圣化，搁较成熟。约翰福音这是第4章，第7章了后，伊甲这个活水真清楚，就甲表达做圣神。圣神，所以保罗就讲，什么是圣神的轨迹？当然第一项就是疼、忍耐，但是其他的你甲算看卖，其他的轨迹，喜乐、和平等等，其实嘛拢有即款的特征，就是你予人搁较侪。上帝就甲你温顺搁较侪，你的活命就敢若活水，亲像水泉浸到永远活。最后，这个井上定什么？井是另外一种的水，另外一种的泉源，无毋对。但是井水袂当解喙焦。耶稣讲囝若啉这个水的，伊会搁喙焦。奥故事顶佫讲，这个查某人，这个妇人人，逐工拢来抢水的这个井，就上定迄种欲望，家己所知迄种有意识的欲望。意思就是讲，这是错误的欲望，伊成做咱属灵生命的窒碍，阻挡咱得到活水。咱每一个人心中拢有一口井。伊出的水袂当解喙焦。咱有啥物欲望是得到啊？一时真快乐，但是佫袂满足，爱佫去抢水，无法度解喙焦。即款的井水对撒玛利亚的妇人人，嘛有可能就是伊有这无共款翁即款的罪。嘛有圣经学者讲，可能。这是咧代表撒玛利亚捌敬拜过5个神啊，亚述、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即阵还佫伫基利心山，嘛有人安尼解释，同款。对咱来讲，这就是罪。所以，若有迄款互咱啉了感觉快乐的井，可能是财富、权力、特权、好名声等等，或者是你感觉你安全的所在。
这会种，咱着甲除去。连这呛水的器具、水bàn嘛，甲断掉。爱互耶稣成做真正活水的泉源。所以在座咱每一个人，包括我，咱是毋是一口井？咱自得其乐，家己感觉真快乐。咱去啉，咱得到一淡薄仔满足，但是后来咱阁嘴焦，所以咱陷入即种的循环吼。这个循环就是来来回回。落尾，咱都毋知要互即款的水带咱去到什么所在。耶利米书第2章13节，伊遐讲：因为我的百姓做了2项歹事，就是弃杀我这个活水的泉源，为家己挖出一个水池啊，是破的，袂当积水的水池。所以兄弟姊妹，上帝不管是拢在找咱，你的心中甲我的心中拢有一口井，你有你的版本，我有我的版本，请咱转去，伫咱的心中，甲认出来，甲指出来。以赛亚第20章第3节，佫讲，恁着对救恩的泉源取水。所以，互咱佫一摆来转来到即个上帝的恩典活水，互咱啉伫即个活水的泉源，去杀迄个袂当滴水的池啊，袂当解喙焦的水。三角来祈祷。上帝啊，你是阮生命的源头，你乐意分享这个生命的恩赐，你咧顶等待阮，你咧顶候阮有一个丰盛的属灵的生命，一个不断迈向成熟、不断得到成圣的生命。帮助阮，主啊，求阮拄起迄个袂当解喙焦的私欲，来就近你这个活命的水泉。阮感谢你，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区牧师的进道，咱用诗歌来回应上帝教师。信息第259首，信息第259首。耶稣是阮心所欢喜，非常起立，请起立，咱来念全首。耶稣是阮心所欢喜。
会长请坐。歹势吼，我敢袂当刚刚那个，讲一下，嘿对，就是我们请柯宝松来介绍。就是咱来看即个影片啦吼。军地主的迄个时阵开始，咱就行往真捌疼的信仰旅程。这也是属于家己的旅程，攀起家己的十字架，不管紧也是慢，咱拢正全力向前，总是有真侪咱料想袂到的情形。所以，难免会感觉孤单、无伴，甚至会感觉野生就要放弃。上帝的疼是超过咱会通理解的疼，这个疼显现出咱生命中的美好，也是陪伴咱度过困难甲挑战的力量。爱是被呵护，爱是支持到底，爱是一种陪伴，是一个双向的关系。我的外婆，上帝和我的家人，想到我的爸爸，被误会、不被了解，觉得很孤单的时候，害怕的时候，非常无助的时候，去到漂亮的地方旅行的时候，接收到有小礼物跟这个点心的时候，上帝听啊是非常的丰丰富富。伫通过侪人的分享的中间，咱会通更加了解着上帝听。就亲像圣经所记载讲，上帝听世间人。咱要毋捌伊的时阵，上帝就大声听咱。也因为听的缘故，耶稣愿意行用十字架这个道路。也因为听的缘故，耶稣有对四个带予咱拯救平安。主要是在时间上面的管理，越来越会自我怀疑，也对未来的方向感到很迷茫。希望能够透过音乐，让人和神产生更好的连接。学校有很多的资源跟机会，可以让我去学习我不足的地方。我们未来是教会的传道人，我们必须要思考到我们未来服事的对象，也希望我们能够用正确的福音，把这个好消息能够正确的传递给他们。以前我们设定的是讲道跟查经为主，但是进到现场之后，发现有很多的行政、总务、管理的事务也要我们来参与。不同人的需求非常的多元，很难用自己的知识跟能力来满足不同会友的需要。但真的进入教会之后，我发现最大的问题是同工不足的问题。了解到耶稣是我们的好牧者，学习他，了解每个羊群的需要，所以我们借着上帝给我们的智慧与能力，我们也满足羊群的需要。学习到更多了解自己的有限，更需要安静来到上帝的面前，依靠上帝的能力，寻找同工，也陪伴他们一起来学习，我们都从当中一起得到成长。台城伫台湾的社会内面，只是一个小型的宗教研修学校，关煞会当行过152年。在这个过程中，毋但看见上帝的恩典，嘛看见兄弟姊妹因为疼，透过实际的行动、金钱的奉献来起造这间神学院。这款疼并无因为时间消失，伊犹阁留存伫这个校园的各所在，直到永远。亲像圣经尼希米记2章18节所讲，我甲因讲，我的上帝的手怎样帮助我？甲王对我讲什么话？因讲，
咱起来祈祷，对安尼因奋勇做一个好的工。兄弟姊妹，邀请咱做伙手牵手，为着台湾新人伊的未来，奉献出咱的一份力量。疼是付出甲奉献，也是一款深深的承诺。伊的计划，互咱伫疼的中间向前；伊的计划，互咱伫疼的中间得到完全。虽然每一个人的脚步无同，无论头前安怎，咱犹旧继续向前跑走，行往对上帝有信、对人有疼、对土地有情的意向。要讲的话，拢是伫影片内底啦吼。就是邀请咱大家做伙来参与神学教育吼。前几工的风台学校的校舍是无安怎吼，树也是倒足侪丛啦吼。覆盖在无安怎啦吼。感谢大家的关心，多谢。多谢科牧师的介绍吼，咱要来进行咱的奉献，请有感动的人家己来表示吼。咱请东方的人来服侍，咱用感恩的心来献给上帝。会众请起立，所以来念奉献的诗歌。请坐，咱来进行咱公道的时间啦吼。咱来掀开咱周报的内页面，咱有公道的事项。咱教会意向是神传正信道，万民皆祭司。咱爱读经祈祷，为神服侍，彼此相听。那么公道的事项的第一条是原主的灵破碎咱，帮助咱上帝来天开。心灵成熟的邀请耶稣，咱的活水泉源充满咱。第二条是为咱的肢体来祈祷，正清我着省略吼，得名丽水、清光、正受、丽辉、义梅、文成、秀良、张美、苏琪、以乐、碧莲、道昭、雅娜、义君、志坚、英志。学会请如，还有咱个的迄种单量水的遗嘱，咱来为即寡兄弟姊妹甲即个家族来祈祷。第三条是为着咱的
空雷风台的灾后中间，咱的海峡两岸，恶雨战争，人北行的局势，中东的局势，求主来怜悯互佑，请咱同心来祈祷，出声来为着即寡代志来祈祷。天父上帝，我很感谢你，因为你就是宇宙的大主宰，出日也是落雨，拢有你的旨意。世间万项拢伫你的掌管中。我相信你要做王到万世代。虽然有时我也会失去信心，若是你的听，却拢无离开我。你的手也继续看我、扶持我。我要倚靠你来加添我的心。不管所面对的风影是偌大，互阮对神来经历你的平安。全能的天父上帝，伫阮中间有身体欠安的，有事务无顺遂的，有心灵软弱的，恳求上帝安慰甲带领。有软弱的，求你加添力量；忧愁的，求你来安慰；受伤的，求你来治疗；欠缺的，求你来供应；破病的，求你来亲手医治，亲手来医治。万能的主啊，我诚心祈祷恳求你，我也要用主你教示阮的祈祷文，做声来祈祷。阮伫天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遮伫地里，亲如伫天里。我的死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去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咱要来就是，过来就是报告吼。伫报告的台前，咱来介绍今仔日的来宾啊，文和长老摕一张足大张的吼，我来念吼。咱来宾的介绍，欢迎今仔日的来宾，就是前菲律宾的林慧中学的副校长，甲邱凤琴演奏家吼，陈凤伟教授，甲伊的查某囝瑞秋，啊有伊的随身的护士鲁比，因三个，请大家欢迎吼。陈凤伟教授吼，伫1990年，捌安排咱建成教会的诗班哦，信歌队只内底有人有去哦吼。前往菲律宾做3场的诗歌报道见证会，伊也多处来到咱台湾做咱邱凤琴的演奏报道。伊的查某囝伫伊妈妈的家族吼，菲律宾的知名的食品品牌的公司来咧食头路啦吼。因母亲的家族嘛，足热心来传福音的工作。伫菲律宾拥有一个福音的电台，希望有机会咱会甲伊搭配吼，来福音的工作。还要补充吗？那这里吼，我搁甲看我内底吼，还搁有咱去讲咱以前去的吼，伊迄啥，大概就是算讲迄
宣传单，还有歌词的这哈，老营都在有兴趣的人来看看你的旧照，没有啦。哈，这边呢看到一些哈，有的哈，好，这是咱哈怀民英哈，余百英讲为今仔嘿有赢的，有来就来我们教会来，哥们，还有别的来宾要介绍的吗？无，我就来念咱的教会的消息啦吼。咱若有迄本周的聚会，咱请家己看吼。咱若要参加，家己注意。那咱的教会的消息，第一是本周日是台湾神学研究学院的奉献主日，感谢咱神育专任的教师，就是 QK 营的牧师吼。咱所带来的信息吼，请为神学教育的需要来关心奉献。咱的预计牧师嘛代表伊的学校吼，前往李春生的教会来请安。第二条，11月16日礼拜6的早起10点，咱要召开中职会。那请新当选的中职爱立实，下晡2点要召开2025年的曙光研讨会，甲预算的会议吼，请新当选的中职甲各团体。明年度的会长会当列席来参加。第3条，11月24日的礼拜是咱感恩节的主日，咱要举办吼，照往例拢安尼先有一家一菜的感恩享宴吼，邀请兄弟姊妹分享你的手路菜哦，请欢喜预备菜肴的到1楼的柜台来登记，因为吼，惊伊讲咱的菜色有在重复啦吼。第4条，2025年的爱餐领衔拢开始啊哦，请踊跃来响应嘛，来登记吼。这单位是3000块，每周就是开放2个单位啦，2个年份单位吼。咱咧年份的款，因为会计关系吼，爱满年度第1主日，咱才交予咱的干事来定销。第5，教会未办有满年度2025年的月日。原则上是一户一份啦，有需要的请到柜台来登记来领取吼。那团契消息迄上年还佫几落礼拜，我都袂念啦吼。啊，具体消息吼是11月15日拜五中昼12点要举行咱的顾丹良随兄弟，就是陈文和长老的5节的个别礼拜，地点伫怀爱馆。即马叫怀爱馆，咱无好像不太习惯，就是咱的礼宾啦哈，因为1宾没有了，所以2宾要升级才对，还不行啊，所以他就改名叫怀爱馆哈。恳辞一切致哀事宜哈，关注来安慰咱的遗族哈。啊，奉献的灵事，请咱大家斟酌看，若有顶唔对的，也是有漏交的。那请咱甲咱的会计，也是出力来联络。咱来无代志，咱来啉上银515首，上银515首。至圣天父，阮感谢你，请会众请起立，咱来啉全首哦。大地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咱众兄姐三个弟弟，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会众请坐。礼拜到这煞，请咱别倒闭会。